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分析一下 XRP 最近嘅行情。XRP 做全球跨境匯款網絡領頭羊，技術上一直受市場關注，所以每次有消息都會刺激價格波動。XRP 呢種加密貨幣無靜止炒作，仲被視為未來支付嘅重要角色，所以長遠嚟講，XRP 仍然有好大發展潛力，吸引唔少長線投資者入場。如果你想睇實時 K 線圖分析，又或者即時買賣 XRP，Bitget 交易所就係最佳選擇。平台界面清晰，方便大家跟住圖表揾入場點。喺 Bitget 仲可以開倉做多做空，捕捉升跌機會，靈活部署策略，無論行情點都可以操作，賺盡波幅。記住風險控制啊！未開戶就記得下載 Bitget App。新用戶仲可以輸入推薦碼，享有50%手續費減免，快啲入場一齊賺錢啦！最近就有用戶用 Bitget 開倉揸 XRP， 最高賺到200%回報，美金接近2000蚊。想捕捉下一波升浪，入 Bitget 就啱晒你。